男生更愛微肉女孩。嗰日無聊碌 IG 就見到呢個 article，就話5大關鍵原因點解男生更愛微肉嘅女孩啦。或許你而家好想知究竟係邊5大原因呢？咁我就講其中一宗，我覺得耳都執埋嘅原因啦。佢話纖瘦嘅身材雖然上鏡好睇，但係現實往往會讓人聯想到過度節食或者唔健康嘅生活方式。而微肉就唔同啦，散發一種血色和活力兼具嘅自然感，係呢種生活節奏真實可依，同埋有一種健康嘅印象。喂大佬啊，健康從來唔能夠靠外表去定斷嘅。瘦嘅人唔一定係節食得返嚟。好奇嘅我，既然就睇下咩叫微肉啦。唔睇由自可，一睇唔係啊嘛。22至28% body fat 叫做微肉，呢個叫做標準啊，係嘛？唔怪得咁多香港女仔有呢個身材焦慮嘅問題啦。各位靚女們，等姐姐教育下你咩叫正常嘅脂肪比例。女士8至15% 叫 athletic， 其實22至28已經係非常之好噶啦。咁當然要睇翻佢嘅年齡啊，同埋佢啲脂肪分佈啦。想知道自己係咪微肉，健唔健康，最好就揾翻一啲專業嘅人士去定斷啦。中意我條片嘅朋友俾個 like 我，同埋 forward呢條片俾啲身形焦慮嘅女士們啦。好啦，下次再傾過，拜拜。